荷里活唔想樣板抗議，有條衫要問個貼片嚟，檢查就個檢查嘛嘅，有邊寫者做乜個大笨族寫嚟嘅種啊？上我哋答案請看2禮拜嘅新片評審，模案簡答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強毅輝，歡迎收看2禮拜社會實驗譜。上為大家上嚟嚟現場嘅世界社會，提前同我做小片看到阿丹，大家好，過來扭個手，大家好，上嚟你媽，大家好，準備看到謝金柱，大家好。歡迎4位，2禮拜我哋討論的主題係性別平等，冇咁簡單，要幾冇簡單，先看頭一隻國家。美國。係有關乜嘅主題呢？從相片可以去了解。主角是誰？你們看得出來嗎？中間那個，他叫 Harvey Weinstein， 他是好萊塢很有名的製作人，製作很多經典，然後大製作人。對，然後票房很好的影片、電影。他性侵害很多女性，而且是電影、電視的工作者，女星，你們把這些資訊都在一起，來看第一個題目。荷萊塢5選讓會透過金球獎典禮表達抗議。第一，作色類嘅衫；第二，做膚色嘅衫；第三，唔參加。金球獎你們有聽過嗎？被譽為奧斯卡金像獎的風向球。金像獎之前頒獎，很有機會你在這邊拿到大獎，你在奧斯卡金像獎也會得到大獎的肯定。智囊團，請出示答案。來，因為我就是有時候跟媽看新聞會看到，就之前有一段時間看到，就是很多好萊塢，不管是製作人或者是一些男性演員，他們也會性侵一些女性演員，或者是，然後我好像有看過類似的，就是議題，因為他在那個椅子上放了，可能我覺得是那個女星原本是要坐在這個位置上面，那她拒絕出席，所以她把一個她的照片或者什麼放在她的椅子上。OK。因為我看到那個就是插牌的地方好像都是女生，而且旁邊插牌就是地方都沒有插牌，而且裡面的牌子裡面都沒有男生。拒絕出席可能就是都是這麼盛大的典禮，然後你不出席好像有點可惜。既然你要表達訴求，是不是越多人看到越好？那在盛大的場合，媒體多，其實更能表達訴求。我們請75%先生。要等你到100%，還是現在可以回答？現在可以回答。OK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答案是會選3。如果那個是點名的，類似點名的出席表，那應該每個人都會有，不會特定幾個人會有。如果要會有，後面有一張空椅子，那為什麼後面那張空椅子上面沒有？大明星都會帶助理。你有幾%的把握？5%。不錯啊，這小子。來。請出示答案。請看解答，答案是，哎呦！但這是一個團隊，好不好？你沒有設法說服他，就是你不對了。你明知道答案是2。哦，你的3寸不爛之舌，來，牌子收起來，來看一下相片。這件事情已經很久，在好萊塢已經很多年了。你們覺得為什麼現在才被爆出來？他們如果講出來的話，有可能那個男的會去報復他們。為什麼要講出來？就是延續着阿丹講這個，是一個在好萊塢這是一個權力不對等的狀態。大製作人，你講的大製作人，他有權控制你可以演哪一個角色，演哪一部電影。那相對之下，雖然女明星很紅，可是女明星跟她比起來，誰的權力比較大？製作人。對，製作人。男性的權力
在这个时候胜过女性。所以，直到这件事情，你刚才有讲到重点，越来越多人，有人开始爆料啊，有人一个一个响应。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对抗不了小明星，对抗不了一个大制作人，但是一群小明星呢，可以抵抗很多人。他们才感受到，感觉一样的或许我有平反的机会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事情才有办法到后面，大家有没有听过 Me Too？ 在网络上响应这个活动。那实际的状况，我们有请 News Dog。今日我唔但抢走雨伞，还带了 Times Up 的徽章哎。Times up 就是时间到了，什么的好起出来，抢下种子，新所有保护。呀一年，好莱坞的丑闻越闹越大哎。保护错啊！去年底纽约时报点出来，金牌制作人 Harvey Weinstein 佢嘅性侵丑闻，促使呢动态嘅话题，韩国带出嚟 #MeToo 嘅运动，又超过了80嘅5成出来指控佢。艾迪，亚给 MeToo 运动，韩国都有青头好莱坞男明星和工作人员的性侵历史。保护有的话题还扯到全世界哦，像人变顺嘅韩国，有请到有名嘅导演、老演员，都本勇敢嘅5成企出来讲，实上开过几条保护。我挖到美国人引起董卿铺，没想到还有按东岸勇嘅事情。就算是先进嘅国家，芯片还是有当到唔平等的哦。保护。小珍珠，想不想开灯？想好，这一题加油！来看，听一下题目，都哪家国家？是一个出产巧克力很有名的地方。比利时来，先看这张相片，你们看到什么？衣服很好，这是一个展览，哦，好，一个展览的会场。看清楚了。来看题目。一條衫要乜嘅漂亮嘅素材。第一，五官假扮做嘅衫；第二，高飛講做唔得做嘅衫；第三，本人心情嘅時節做嘅衫。请出示答案。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选2，为什么小珍珠？那一件比较小件的衣服，看起来像是小朋友穿的。因为如果是女童的话，她为什么会有被性侵时的穿的衣服？你没有听过女童被性侵吗？有，那会不会有她被性侵的时候穿的衣服？会，那这一些衣服像不像最被性侵的时候穿的衣服？有可能。而且我有去过教堂，我有时候穿那个 T 恤或短，好像裤子都就是对，就感觉没有服装限制，所以我觉得最后是被性侵穿的衣服。那个女的，她在看上面的文字，她的脸的表情看起来很悲伤，因为熬夜加班的衣服，她不可能做一个展览，叫做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熬夜加班的衣服。很有意思，但可能做一个展览是被性侵时穿的衣服吗？对，有可能，因为这比较有这样的展览的意义何在？那个为他们发声，为他们发声，有可能他们现在处于悲伤状态，没办法说出话来。我也会选3，你告诉我这些衣服有什么共通点？就是女生会穿的衣服啊。就是女生会穿的衣服，对啊说得很好。请插牌。答案 on head。想按灯的小珍珠，请按灯。当当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照片。这是那个展览在各个衣服前面拍的照片。那会办这样一个展览，一个很重要的初衷是，刚才我们有听到有一位小欧提，这就是一般女生都会穿的衣服，所以他要破除一个刻板印象。曾经有人说啊，被性侵的人是不是他穿的服装特别裸露？被性侵的人是不是自己有错？你不应该让别人有对你产生引诱犯罪。
所以这个展览的主题叫，如果翻成英文可能是 What do you wear， 或是 What did you wear？ 你那个时候穿了什么？哪个时候呢？他被性侵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一些会有我们刚才讲那些刻板印象的感觉吗？都很平常啊，就是你生活周遭可能是你的母亲、你的姐妹、你的好朋友，家人不穿的。我觉得就是这个展览，它的出发点很好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那些受害者并没有错，然后告诉大家说性侵害这件事情必须要让社会大众重视。来，谢谢4位，答对1题了哦，开心很棒哦，继续加油。题3比较题目，现款都哪家贵价？哎，我们从比利时来到，哈哈，看我来看题目係乜嘅？一個先生佢哋檢查乜嘅喏？第一，皮膚係乜嘅色？第二，一個拳呢？第三，腳有幾長？这个大概是100年前，1920年代，上个世纪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请出示解答。我常好像是从这边量吧。哦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觉得检查腿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因为那个玩水的设施可能很深，如果你不够高，可是这样这会溺毙。跟今天的主题好像没有什么。而且为什么是检查腿而不是检查这个手？那我问大家哈，量裤长或量裙长，通常是从哪里量？腰这里。裤头或是这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看起来像在量裙长嘛。就是可能上一个世纪量的方法不一样啊。上一个世纪量的方法不一样，很棒哦。上一个世纪怎么量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就是从脚底开始量啊。哇，你的裙子是离脚底27公分，你的裙子离脚底85公分。我在预测那个问号里面是尺，为什么要用尺去量肤色？不见得是尺，会不会是色卡？不可能比这个肤色，我的色卡的肤色深的人不能来这个海滩，因为这是私人海滩。白人专属之类的。可是所以大家都坚持2吗？对。对，没关系，关键不在你们。你有没有想选多少？我觉得是2。你也觉得是2？为什么？因为假如说，可能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在海滩也会被性侵啊，所以他们就要看他们就是穿的裙子有多长，会不会太暴露那个？因为我看他们那边的人，就是都穿的没有那么暴露，又没有穿比基尼或什么的。我们上一题才讲性侵跟穿的衣服有没有关系？可是没有。不同国家，搞不好有不同的观点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可以啊，是吧来，请出示答案。飞吧。这一题你们选择的是2。错唔错？来看解答。解答是，确实是。耶！来，亮灯吧。阿丹，请亮灯。就是在1世纪前，他不想要让你在这个公共场合会暴露太多的身体。详细的做法，来看 Newsdog。迄样的警察爱做也着什么样哦？因為佢條潮水做嘅衫脫短咧。爱用铁短，奶同好嘅潮水衫都比这个短呢。不，我想看下咧，也係我100年前嘅美國呢。第1920年代，西摩嘅潮水嘅衫，留7條嘅距離，做唔得超過15公分，係講唔合乎規定。就會本人要求離開海船，有啲人啊，遇到也來抗議，就會本警察捉起來哦。很难想象美国曾经这么严格限制女生的衣服哎。東南想想還有其他嘅事情哦，就算係1960年嘅美國，還有當多事情係西來做得做，西摩嘅做唔得做嘅哦，像係信用卡、聘運。做法律嘅條路有條事情。原来现代女性拥有的权利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争取来的啊！以后我们要继续努力，打破更多不平等。
科技当然都在进步，不过战争一个身材还难机会去见的。你敢的与世纪之前呢，提出摆世界大战，那种乜嘅武器有个上气嘅么？当然，第二张大炮係解決大戰法國嘅世界強壯來嘅，不過你也看起來像高嘅東西強壯。聽音速度挑戰，前進！你也係日戰時期嘅戰車，看起來像係乜嘅奇怪嘅蟲兒，像音隨時都係身體強壯。你也睇很難奇怪嘅輸錯嘅裝甲車，辦東西喺度七手八腳，噼啪噼啪。阿妹哎，很重哦，上次今年很辛苦哦。充氣，加條帶防土棉殼。你看棉殼還會掉過濾土氣中嘅大鐵桿，裝完之後，強都唔會行路嘅，可能兩萬上去。半夜團也改變了，這個做乜嘅？我唔錯，佢當個買鐵鋁，我看起來像一喺度財戰仲裁。喲吼，你讓了，也是咪講好多個翕相哦。這拳操作海軍大炮彈嘅兵呢，當詐騙這個戰士一定會戰利品。用厲害眼光來看，呢個日戰時期嘅武器有啲好笑，不過武器是係武器，全人類世界冇人笑會出來。一種風濕之父嘅明信片，潛水而來提醒大家，戰爭當定人講，佢會重新所唔前上橋。今天最後一個題目，有一個人一直想按燈，伸出他的先先預知，先先預知。來看下隻題目都係哪家國家？西亞一個很特別的國家，也是一個很大的國家。伊朗來看這張相片，這是一個什麼場所？球球賽賽，下面那三個對人都那下面那長得三個很像。對，他們都還蠻像的。嗯，我跟你們講好不好？好，前面這一排不止3位，都是女生，感覺得到。有。女扮男裝。仔細看他們，然後看整個場景 ，OK 了嗎？請出題。請問也唔嘅細妹，做乜解會假做細奶嘅咧？第一，味道唔是本人先所有；第二，味道做定一批球蟲；第三，味道唔是娘的面。你們知道伊朗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嗎？不知道。伊朗是一個伊斯蘭國家，它信仰伊斯蘭教。哦，來，智囊團請出示答案。加油！ 3、2、1。我覺得他不用蒙面的話，我覺得不太可能。我覺得這沒有那麼重要，因為假如說蒙面不蒙面的話，只是露了一點，或者是讓別人看不到。而且在那麼多人的球場，他可以大叫，可能就會有人來救他。然後第二個的話，是因為就是後面大部分看起來都很像男生，所以我選2。不是都很像男生，都是男生，全部都是男生。只有前面這5個不是男生。我覺得2沒有，因為看球嘛，就是為什麼女生不能去看呢？這是什麼球賽？可以告訴我嗎？它是足球比賽。我原本覺得是2，是2，好。那現在因為如果說為了可以不蒙面的話，那這樣子女生進去，女生也可以進去啊。那為什麼後面幾乎全部都是男生？全部都是就等你男生。這句話，我都一直強調後面都男生了。而且我覺得你蒙面又不是把整個人臉要蓋住，你至少你也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到球場在比什麼。是的。然後他們可能那邊可能會有什麼男重女輕的概念，所以我覺得一般是講重男輕女。哦，重也可以，男重女輕通常也是對的，因為我們男生體重都比較重。重男輕女的概念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就是他們可能會覺得說，球場這地方只有男生才可以。智囊團，這一題你們要打多少？所以呢，
最后3、2、1，请插牌。那就是2了。对，来，这么有趣，请看解答。是蒙面呢，还是性骚扰？Oh my god！ 各位观众，神圣的一刻来了，纤纤玉指，请亮灯。哎，掉别掉。来，我们先看一段影片。有没有发现，影片只有一句台词，阿爹，卡里，但证实了她是女生，用什么证实？声音，有没有？她就是女扮男装。然后我们来看一张照片。你觉得他们俩的关系是什么？同样的人，对啊，同一个人发文的，感觉是这是 IG 啊。这5个人呢，他们就是要挑战权威。伊朗政府不准女生去这种公共的这个比赛场合，他们就是为了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、不合理，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这个法律。结果他们被抓起来了，被逮捕。但就是因为被逮捕，才会凸显这件事情啊。如果他默默的女扮男装，哦，看完一场120分钟球赛没事，回到家，小花事件部会做这个题目吗？不会啊，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不会。所以有些时候被逮捕，尤其是抗议活动，不代表任务失败，可能代表记得这件事情思维成功。反而才是你达到你要表达的诉求，你的目的才成功，好不好？来，续集今天的走法，安可又强 News Talk。伊朗的女生为什么不能进球场呢？1979年伊斯兰革命过後，伊朗政府禁止細妹看世內運動比賽。表面嘅原因係講世內運動員做到太少咧。唔過後背嘅意思就係冇想一本細妹有同樣嘅權利啦。在台灣好難想象這種事，難怪伊朗嘅細妹會抗議。保護球場冇杯，記得來布條下定，我一定想去看國家隊比賽。球場地杯做定入去嘅其他國家細妹，是喺徛定，本伊朗細妹入去記得嘅體育場。伊朗不是也有打進今年的世足賽嗎？這個限制沒有被打破嗎？冇冇，唔講嘅冇唔錯，因為伊朗打入嚟世界足球賽，故所伊朗政府讓步了。伊朗細妹總算做定入去體育場咧，也是係40年來嘅頭一擺哦。冇。真勁動聽，伊朗的女性權利又輕鋪嘞。想想前面的美國，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走到今天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很榮幸為您邀請到好萊塢知名女星，也是剛到伊朗看完足球賽的史嘉麗·喬漢森。阿弟耶，coming in， 阿弟耶，coming in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原来是乔阿丹女士。来，今天乔阿丹来到小欧事件部，不仅仅带来这么优美的歌声，同时还要为你展演一段优美的走秀，而且是请来国际知名秀导秀秀来到现场，有请秀秀。秀秀好正，请开始。一个滑步，3步向前，3连拍，紧接着转身，优美的走向位置上，然后坐的姿势多么的优雅，然后微微的插嘴唇，可以吗？阿丹，谢谢秀秀。紧接着，乔阿丹 ，Your turn， 让我们屏息以待，开始。你看这个转身，3连拍，僵硬的四肢，哎呦，还拨了一下头发，你看那个金发多迷人啊！我可以讲话了吗？男扮女装，感觉是很棒，很好玩。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尴尬？不会，现场2位男士会想要
试看看吗？会啊，感觉扮起来很有喜感，就感觉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就是因为我们处于台湾，就是没有受这样规定，所以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他们为什么要扮男生，可是我们就是可以试着感受一下他们的心情。而且男扮女装可以带给旁边人欢乐。我觉得立马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像我们这样尽情的笑、享受欢乐，是不管性别都会想要做的事。而且在追求性别平等的今天，其实这些很简单的事情，你我都做得到。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个目标共同来努力，好不好？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。下晝禮拜6晏晝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譜。